路加福音第10章，过一参时间，主南外拣选72个人，派他哋出去，一组2个人，先去其爱访问嘅城市到村庄，佢对佢哋讲：爱属神嘅天道，仲系属国嘅人特首，你哋爱祈求天主加派工人来属国，你哋去，我派你哋出去。像送西洋嘅入狼群一樣，唔好帶錢包，唔好帶旅行袋，唔好帶鞋嘢，也唔好留時間在路上同人搶安。而到無論到哪家，愛先講願你全家平安。這位哪有歡喜平安嘅人，而到所求嘅平安就會臨到佢。那麼嘅祝福就歸在而到。伊哋愛吃菜嘅家，適領伊哋所供給嘅，因為工人得到工錢係合理嘅，唔好對兩家使到撇家去。伊哋無論去到哪處城市，哪有人歡迎伊哋，為伊哋準備乜嘅食嘅，伊哋就食乜嘅，也愛醫好嘅地方嘅病人，並對伊哋講：上帝嘅國會在伊哋中間實現嚟。仲係，那係你哋去到一處城市，幾個人唔歡迎你哋，你哋就去大街宣布講，連你哋倆上肚嘅奶粉，鹽菜我哋各項嘅，我哋也愛點剔，表示對你哋嘅警告。仲係你哋愛記得，上帝嘅主權會實現嚟。我老你哋講，在審判嘅日。索多瑪所屬嘅執法，會比嘅城市所屬嘅強千度。哥拉辛啊，你快嚟！白水太啊，你慘嚟！我在你哋中間所行嘅神蹟，那係行在太爾老士頓，幾位嘅人早就坐在地上作馬衫，未復回在頭那檔來表示悔改咯。在審判嘅日。太爾老士頓所屬嘅執法，會比你哋所屬嘅還較強。那係你假白龍啊！你想愛個個猜想嘛？仲係你將來會跌落地獄去。耶穌又對佢學生講：躺長你哋嘅就係躺長愛，欺切你哋嘅就係欺切愛，欺切愛嘅也就係欺切嘅踩愛來嘅。嘅72個人歡歡喜喜進來，報告講：主啊，我哋用你嘅名命令，連鬼也服從我哋。耶穌對佢哋講：我看到撒旦像入浪，按樣對天堂平下來。躺好哦，我已經賜你哋權柄，好踐踏沙漏血的，也能揚高樹鐵一切嘅力量，無乜嘅能害你哋咧。仲係唔好因為邪靈降服你哋來歡喜，愛因為你哋嘅名記錄在天堂來歡喜。就在這時，耶穌因為聖靈嘅感動，充滿歡喜，就講：阿爸，天地嘅主啊，我感謝你，因為你將這條事抗定唔本聰明有學問嘅人哋，反轉顯明本世人呢。阿爸啊，冇唔錯，呢種安排係你所歡喜嘅旨意。阿爸已經將一切書本愛咧，除了阿爸，無人識來嘅；除了來嘅，老來嘅所愛啟示嘅人，也無人會識阿爸。然後耶穌轉身向學生私下對佢哋講：你哋嘅牧主看到呢一切事情，實在真有福氣啊！我老你哋講，頭擺有千道先知老君王想愛看你哋所看到嘅，仲係冇看到；想愛聽你哋所聽到嘅，也冇聽到。有一個法律教師喊起來，試探耶穌講：先生，我要做乜嘅將做得神書認證嘅生命？耶穌講：法律書用文講，你所研究嘅結論係乜嘅？既然應講，你要用全部嘅心智、情感，
力量老理智敬愛主，你嘅上帝，然而錫連沙，就像錫自家一樣。耶穌對佢講：你嘅回答清楚，就按樣做，你就會承受永遠嘅生命。嘅法律教師想要顯明自家有理，就問耶穌講：乜人係我嘅連沙？耶穌應講：有一個人對耶路撒冷下去耶利哥，路上遇到強盜，佢就剝脫佢嘅衫，將佢打到半生時，伏在嗰位。拄好有一個祭司也對這條路下去，佢一看到嘅人就閃開，對另外一邊過去。同樣有一個利未人也經過嗰位，看一下也閃開，對另外一邊過去。總係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路過嗰位，佢一看到嘅人就憐憫佢，佢進前用油老酒倒在嗰人嘅傷口，替佢包好，然後扶佢上自家嘅犁野，帶佢去到一間犁沙，在嗰位照顧佢。第二日，佢拿2隻元錢交本犁沙嘅主人，講：請你照顧佢，等我倒轉來經過兩位嘅事，我會納錢全部嘅所費。接等耶穌問講：照你嘅看法，這3個人當中，哪個係遇到強盜嘅人嘅連沙呢？法律教師應講：係嗰種慈悲對待佢嘅人。耶穌講：你去照按樣去做。耶穌留學生繼續向前行，來到一隻村莊，在嗰位有一個名按到馬太嘅婦人家，接待耶穌去家屋下。馬太有一個老妹按到瑪利亞，瑪利亞來坐在主嘅腳前，見聽佢講道理。馬太以為接待嘅事真無限，心肝動亂，就進前來講：主啊，我老妹表我一下也無限，你看做得嘛？喊佢來同我聽書啊！主應講：馬太，馬太，你為到很多事情操心煩惱，總係只有一件事係做唔得冇嘅。瑪利亞所選嘅係最好嘅部分，係唔會本人搶走嘅。